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天堂的时间呢，我係等啲好朋友插言。今日我哋大家用彈力帶嚟做運動，彈力帶有分盤呢，咩有分坡嘅，盤呢強度較大，坡嘅強度較細。我先適合自家強度嘅嚟做運動哦。大家準備好冇？我哋開始嚟哦。一開始我哋要先做暖身輕重要。要做暖身，第下人做運動嘅表現會較好，你較唔會挫傷哦。好，而家我哋就你條腦向前面，向右邊，向後背看斜當方，向左邊，再擺向前面，向左邊，向後背，向右邊，天天的過來，肩頭轉一下，向後背轉一下。再向前面轉一下，好，等彈力帶打開來。一開始我哋兩技術要較嚴一些，本個彈力帶較阻力較細一些，哈，我哋暖身唔是阻力安泰。天天呢，是我純粹我記得啦，哈，向後背，唔好講嘅肩頭會痛哦，哈，我哋那暖身天哦。再擺向後背，起頓強用肚臍豎起來哦，哈，盤起，刷起，再擺盤起，刷起，我哋再量嘅都好誒。聽埋嘅，天天呢，讀天天呢哦，記得咯，冇關鍵咯。我哋兩技術，刷起上起，調整一下你呼吸，再擺刷起，盤起，聽埋一擺。我等暖身做出嚟哦，接對我哋都要做做運動誒。今日做運動我哋會用到瑜伽貼誒，更加我哋要坐下來做動作嘅哦哈。嗱，我哋天天坐下來，等個彈力帶坐喺四物中間，調整一下。好，四物坐到彈力帶中間，腳不用輕鬆來，冇按你純按側。咩冇等按日來，按你冇鬆快哦，後面嗰位瀑布哦，哈，嗰種不用輕鬆都會，可以幫你幫人傳出。彈力帶你要較嚴一些，你的虎口夾到彈力帶，準備第一片，好，數夾到你的身體，我哋天天呢放上去，再過來，放上去，再過來，數上去嘅時間向地背。夾起來，再下來，上去嘅時間向地背夾，再下來。我記得到一天愛背囊傳出，冇瀑布哦哈。上去盤起，下來刷起，出去嘛嘅速度，過來都係嘛嘅速度哦。也距離安嚴，綁到安重，中間過來，係邊個家嘅速度過來嘅話，像安尼哦，看一下像安尼哦，安尼輕危險哦，吼，輕危險哦，嗰時候一條天天的出去，都係天天的過來，安那麼安全，那冇挫傷啊哈，我哋再量嘅都好嘅哦，加油哦！聽埋嘅，好，不用輕鬆來，接對我哋一條彈力帶，用腳翹起來，幫人傳出來，好，數定嘅四腳臂順風，等下就會練到輕度肚臍嘅力度，哈，就是可能蹲嘅身體向後背一些些，面向後背一些些。冇瀑布，我記得一天冇瀑布，天天就蹲個腳拿起來，
做得嘛，要精準嘛，精準唔怕，我哋停一下下，平衡一下哦，唔可以平衡用到喺都市嘅力度哦，可以嘛？本來純粹嘛，鏡頭要變下來嘛，天天要變下來。第一下我哋腳要伸出去嘅哦，會較順嘅意思到，我哋試看到好嘛？嚟聽到嚟看下走，佢用本來伸出來，向後背面一些些，都是更加多處理地方哈，將個腳拿起來，我哋先做平衡，更加兩隻腳伸出去，再過來，伸出去，再過來。我哋做四個都好誒，再過來，停埋一個，再停一下下，4、3、2、1，不用強鬆。睇落比較順樣錯嘛，婆婆噶，頭當我哋用到力都係我哋核心肌群，都是對我哋咧下背部，還有太羅別力度哈。婆婆噶，下一個動作咪係用肚臍嘅力，練肚臍嘅力，從爬上嚟用嘅，腳翹起來，更加我哋腳要伸出來啊哈，伴嘅距離較遠一些，兩隻手夾起來。手冇停痛，都啲一片都好誒。第一下唔會彎到，都會靠用嘅彈力帶動綁過來，都唔會彎到。後個上手夾起來，本來伸出來，天天呢向後背面，再過來，向後背面下去。彈力帶動控制，都唔會向後背彎下去。盤起，再去過來。盤起，要從啲爬上嚟嘛。再起過來，盤起。放起來時間，我都是我18斤準哦，我18斤準哦。安尼正常嘅哦，以免我哋用到係都市嘅力。還做得嘛？還可以再做嘛？冇法度嘅你，自己休息一下唔怕哦哈。再試好冇？停下來。3，加油哦！2、1，不用輕鬆一下。太老比婆婆噶，都是婆婆噶，身體向前面，婆婆噶，全部都不用輕鬆一下。下一個動作，強用，咪喺腳翹起來，唔是全都按出，18番拍，因為18番本來較無力啲嘢，較唔會鋪背，較好傳出，嚇，就講唔嘅腳。傳到七安尼，唔可以用輕度力頓背囊，那可以鬆去，安尼個實力度嗬，嗰上我哋腳18番，安尼會較好做。手夾頓來，第下我哋一對手向後背，手冇開哦，像安尼看前面，我喺手喺安尼夾起來，向後背綁出去，眼咩安尼開，向後背綁出去。冇，好嗰上我哋兩隻手夾起來，向後背綁出去，安尼看真嘛，又好，嗱，我哋再轉過來擺，安尼做動作，大家你看得較清楚，好，本來傳出來，準備好嘛，開始啊，哈，盤起出去，過來收起，盤起，收起，擺好，加油哦！有睇到我哋盤起嘛？幾好，都係呢。你做動作嘅時間，一定要注意我頭講嘅全部地方。嚇，第一個背囊傳出，第二個手夾頓，
改好对汉嘞，都是没有得用力的哈，唔免拿做事听哦，改到本人纯粹的动作，都有运动的都市哦哈。尽量绑到后背去啊哈，再试也可以嘛，加油！3、2、1，不用轻松来，弹力带不用下来，同样泡泡架，泡泡架。個神人嘛，個神人哈，好來，我哋同樣對個手伸展一下，好穩片，伸展一下，好，天天嚟放起來，我哋四腳臂同樣伸展一下，腳向後背傳出來，蹬下去。好的，穩片，同樣傳出來蹬下去。好，天天嚟鼓勵到中間。頭到運動，他家己好唔好嘛？就對一停線上來好新嘅動作嘅喲。一開始我哋先做暖身，暖身輕鬆腰。要做暖身，後背運動表現就會較好，你看唔會錯傷哦哈。而家我哋先做暖身哦。嚟，一開始我哋頭拿向前面。向右邊，向後背，到左邊，再擺前面，左邊，後背，右邊，天天的鼓勵到中間，肩頭轉一下，慢慢的轉，莫按關鍵，向後背轉一下。好，而家我哋將彈力帶打開來，彈力帶一開始你要較嚴一些，安尼會較輕鬆一些。好，數存出，我哋轉去後背，都是要數起來嘛。要縮小腹哦，哈，都是要記得數起來哦。改好，都係安尼。你再一個都好嘅哦，慢慢地來，唔怕。而家我哋調整嘅呼吸一下，我哋吸氣，噴氣，吸氣，噴氣，再把吸氣，噴氣。我哋暖身做到一片，身體要熱起來嘛，接對我哋去做做運動嘅哦。哦，更加做運動我哋要用到瑜伽貼嘅，我哋天天嚟坐下來。好，等個彈力帶先夾喺上面，再天天嚟面下來。彈力帶夾喺個骨盆嘅地方，好，兩隻手固定彈力帶，冇必要亂走。兩隻腳打開來，對個肩頭向右發。第一下就思維，我天天嚟壓起來。中間感覺太狠，你個彈力帶都不用較鬆一些。好，我感覺唔鬆氣嘅時間有阻力，安尼嘅思維都會用個道理鬆氣，噴氣鬆氣，吸氣下來，噴氣鬆氣，吸氣下來。啊，但思維鬆氣嘅時間，我都是冇數你來，好，都是冇不用輕鬆哦，哈。盡量對我的身體鬆過一些。我記得師傅鬆氣嘅時間，看我的手哦，我的手冇變態，冇變態。我的手變態嘅時間，我的彈力帶阻力都唔見態的。安尼鬆氣嘅時間都冇感覺阻力哦，哈。嗰時候我的手一天愛黏的天來風哦，固定好，冇停痛哦，哈。下來，再擺鬆氣。我都會感覺我師傅用輕動力，
不是安尼做，你的思维线条会越来越僵哦。来，再做四个，做得冇？有快图做四个冇？佢算完了没？圆一下哈，加油哦！再两个强用，把个速度上去，蹲把个速度下来，提埋个盘起上去，下来上去，好，师傅婆婆噶，我算人哈，加油！接对啊，大家做天的动作，对个弹力带，两只脚踮在弹力带中间，强用数固定底型的。四脚比顺好，七条顺好，两只脚压起来，底下我会一只脚伸出去，一只脚弯弯，先看我做一摆，我的右脚先伸出去，再挺起过来，左脚伸出去，再挺起过来。我记得伸出去的时间，我没高高，我会尽量压下去。再挺起过来，好，注意哦，我脚下去的时间，因为脚会变得个粗，看我腰位，我的腰位会变得安尼，有看到冇？我顺压落半看，我的腰位我一个扛，唔可以有一扛哦，唔可以哦，安尼，我的肚子都不用脱嘞。嗰时候我的脚伸出去的时间，我的肚子要压下来，一扛，唔可以看到冇一扛哦哈，好，挺起过来。再看做一排，肚子要强用，要用力，脚下去压下去，我肚子要用力，我腰位冇放起来。再一排，脚压下去，顺出来压下去，过来，速度固定好，顺出来压下去，再挺挺的过来。还有哦，肚子都要用力的哈。再做一摆都好诶，提慢一摆，挺挺过来，脚不用下来，等下的弹力带拿起来，我哋从顺方，挺挺的拔起来，好，我记得唔面到，我放起来的时间。身体一定要转到顺方，拔起来，唔可以按照面倒，出只按嚟放起来，按嚟个爽的腰位哦，吼，不是面日都按嚟，所以冇放起来，面日按嚟放起来，个爽的腰位哦，吼，嗰时候尽量按嚟转到顺方，按嚟拔起来，按嚟较安全啊，哈，就对啊，就做第三个动作，对个弹力带，从按嚟，看。先拔一下背，有看到嘛？拔一下背，用个虎口夹住个弹力带，等下要按钮一重一延，等下再来调整吼，做调整。两只脚开到，打开对个肩头强有反，手抱下去，手抱下去，两只手打开了，对个瑜伽贴的差不多反。等下就要做伏地挺身，下去的时间盘起，上来缩起强用哦吼，用力的时间盘起，上来缩起，中间感觉上来有一个轻松的感觉，安尼我哋都顿弹力带，有冇？有弹力带，再扭短些，再扭短些，安尼都会较狠，吼，大家做动作都会有感觉个，我哋再次看到一摆好嘛？好，强用抱下去。好，下去盘起，上来上去，你有较短一些，都会感觉上来的时间有得阻力哦，都冇按强上的哦。有感觉冇一样嘛？有哈？再来哦，记得咯，下去盘起，上来上去哦，因为下去较甜，上来较强爽。都是有见速度嘛？我们都是做个冇数起来发，我们腰位都会跌下去哦，哈。还有啊，就再四个、三个、两个、
一个，好，天天来，回来，数先泡泡干，泡泡干，还有一个动作，我哋右脚，等喺睇呢帶中間，好，等下數撲下嘅時間，斷嘅腳拿一後背，有看到嘛？安尼，腳拿一後背。好兩隻腳都會開到，啊！唔過我嘅右腳有18壓起來嘅感覺。第一下我就喺度彈呢帶，鬆一後背，再過來，鬆一後背，再過來。同樣我哋都需要數起來，鬆一後背，再過來。中間感覺出去嘅時間要按痕哦，我哋彈呢帶都要鬆一些，好，都可以做調整嘅哦，哈。佢好都係呢，腳盡量伸出來，鬆一後背。我記得彈呢帶要很耐哦，再量嘅，提埋一個，好，天天嚟過來，我哋穩腳咁哈，穩腳，穩左腳，等埋彈呢帶中間，好，咁樣撲下嘅時間，腳拿一後背。18壓起來，開始哦。腳毛個唔怕哦，盡量伸出來，腳毛個唔怕。盤起，刷起，盤起，刷起，還有哦，佢好都係呢，再來哦。再兩個做得嘛？提埋一個，好，天天過來，彈一帶拿起來。而家我哋做伸展，我哋做個獨腳嘅動作，錯嘛？我哋對嘅腳做弓箭步，後背腳一定下去哦，哈。嗱，就穩片，咁樣伸出來蹬下去，天天嚟跪到中間。今日嘅動作，大家你好唔好冇？明日你聽到我做，我嘅身材會越來越好，精神會越來越好哦。甜筒，我哋下次見。